在地上大条，咱来看最近天气是较淡湿、较凉冷，部分的关山有积雪结冰的情形，造成登山的事故。昨昏花莲的空勤直升机就连续出动，去韩之峰、甲南乌大山，甲一个脚骨摔断去，还有另外一个跋倒的登山者吊挂落山送病院。也那伫咧台东嘛有台大登山社学生摔落山坎，嘛出动空勤直升机，赶紧甲送病院。 救援人员伫空中发现救助山友，空军直升机赶紧来瓦军，山友一直会布条继续吸引注意，队员赶紧执行救援的作业。甲伤者吊上直升机，这23岁女山友伫北北二段经过甘肃南山峰往无名山时，无顺利滑倒，才感觉骨头断去。另外一边是54岁查甫人，爬南无大山，伫倒西峰往马比山山时，无顺利触倒，头壳受伤。这两个案件拢由花莲空群来执行吊挂救援。受伤的两个人拢转送到病院治疗，不过毋那伫花莲，台东也发生这个登山的意外。 台大登山社13人计划沿高度到台东海端乡的6楼温泉，30日天气无好撤退。不过其中一学生意外落落去大约40公尺深的山谷。3日一早起，搜救人员大家先轮流甲伊救到地面上，再搁由空群直升机来送病院。台东县消防局讲，伤者性命异常稳定。因为最近天气湿寒，台湾悬山的气温大概拢伫0度顶下。 积雪结冰造成较侪意外发生，提醒民众若是去爬山，也是户外活动，爱穿好手，嘛爱注意安全，嘛爱建立良好的敬重、尊重山人的观念，才可度降低意外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